30-40年前，嗰度乡亲拍韩式学校下课的，如系去河坝那5个下工，也算是田丘的教。安尼嘅农村景象，人家人看唔到的。新竹竹北高铁站开发过后，韩国系改教的买下地哟。喺高铁站顺后有一间沈阳幼儿园，发展出的菜地特色，主要係同土地连接，對大自然當中教細人的知識同技術，是農教育韓國係人人關心的主題。故所登上會同農民有接觸。今年10月底，人人同學校順後所以為數呢，打出的一項4點的，除了賣農民每日直接送過去市區嘅青菜水果以外，還會有農民同細人的家長來互動。上海細人的下課的，莫過去補習班的，還有一間是在學到生活知識的4點的學習。下課有很多的講。我們是有1班、6班。早安，親愛的大地。早安，親愛的石頭，還有花草們。先生帶定按到嘅細人呢，為意見同土地共安做，係幼兒園當日提出委員會發通。3月也到細人呢，各共拿得目標用嘅家伙頭，到90前呢細人嘅都空，以實做一項。用石頭來蓋一個小房子。那為什麼要蓋小房子呢？就要種這些植物的家，種植物的家。你要看他們慢慢長大。對，我們就是要等它慢慢長大。哦，那長大了之後呢？我們可以採來吃。也到細人呢，同人嘅都空嘅食物，零水、椰奶，有到係負責愛雜。還有人嚟上頭來排做比例，當然去治理、去看，係也到細人呢一定重要嘅學習。他們會知道，哦，我們今天喝的薄荷茶，就剛好是我們今天種出來的東西。今天我們要做麵包，孩子就會問說，那後院我們種的東西，它迷迭香啊、薰衣草，它好像也有茁壯了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到我們今天的烘焙課裡面，讓孩子知道，他們不管是麵粉啊，然後鮮奶啊，還有一些食材、植物、香料，都是可以隨手從我們生活經驗裡面拿到的。又打咩係啲竹北高鐵站順嘅幼兒園，主要係就華大福教育觀念嚟教，還發展出菜地嘅特色，希望也到細人呢學嘅大項事情都同土地結合起來。因為我覺得其實孩子跟土地是相連結的，但是這一塊被忽略了，所以把孩子送來這邊的家長，他就是希望說孩子的生活是可以跟我們的大地連接在一起，然後能夠增加他們手作的經驗，對，那是真實的在生活，然後他們感覺到四季的變化，跟他們的飲食也結合，然後把這樣子融入在他們的身體裡面。然後是因為這件事情，這個小任務就交給你嘍，你是自己弄。出題學用嘅種東西，用也到細人嘅自家種嘅用料植物，設計豐沛課程，連食物廚藝都會冇打送嘅觀念，每會教細人嘅。學校還會用當日嘅果皮廚藝來學現工，再個同也到現工拿到鹽嚟到空氣，就可以奶肉一定暫未自用。讓他們體驗，可以讓吃完的東西果皮，然後還可以廢物利用，然後放到土裡面，然後讓蚯蚓吃，吃完之後那個土會變得很營養，然後又放到農耕地，然後讓他們很小就知道一些環保的概念。好，就這樣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今天陽光普照，天氣很好，對不對啊？這是個好天氣，代表說今天適合怎麼樣？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餐。也見幼兒園同主創對生活相對教細人呢，韓國同土地結合起來，每當從事食的安全同教育。好數幼兒園嘅負責人同學校夾表意見控風嘅水下來，打造出一件小農店嘅。除咗有當日都有直接送到來增加多嘅食材。不是還會有小農去到店內行，教曬佢嘅其他細人呢同家長來認識食材。
因为我觉得不止在竹北啦，因为很多地区都已经都市化了。那其实，在我们高铁这附近，以前都是一块农田。 对，然后是近10年来开发的都是大楼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小孩子可以亲近土地。对，除了亲近土地，他们要知道他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，怎么来的，那他们可以怎么做。杨怡府區內貴壽嘅生日呢，每嚟到4點嘅，含有小農同7家種嘅19種長江島嘅食材帶到嚟，對應顏色食材。 高用嘅色菜、切菜，韓國用嘅煮，都會按照嘅生日呢設計來做。就是有一個阿姨從寶二水庫那邊來，然後她帶了雞，還有很多菜來讓我們煮，然後先給我們介紹，然後再教我們怎麼切菜、洗菜什麼的，然後再開始下鍋。 煮好之後，我們就可以吃了。要好好把它吃完，感謝的吃完。唔是因為講像家切飯瓜家嘅，就講個飯瓜子熱頭嘛，唔是，反正要生出來要土地生出來本嘅東西嘛個就識嚟的，嘛個就可以煮落去。本身人哋講嘛個東西來到就冇咁簡單。日冚4點嘅，未可以按到家中同小農聯絡交流嘅一類比數。最大的好處是，當然。 有時候接小朋友的時候，你可能需要買一些東西回家煮，你就不用再跑別的地方。然後再來，他這邊有時候你可以看到生產者那些小農，你可以直接跟他們聊天，了解這些食物怎麼被生產出來的，你也更放心。因為就是他們已經經過一部分的挑選了，對，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把心思放在我想要買什麼，而不是還要去想說。 這個食品是不是這個食材是不是安全的？這樣子。對農民來講嘅話，農民就唔是搞本太盤我一層一層嘅挑咩，我就出價講幾多錢，天價幾多錢，其實我做貨嘅都係幾種買安尼嚇。對農民嘅好處都有，然後對消費者來講嘅話，消費者睇嚟同我哋種嘅人來買東西嘅話，我都係種樣嚟種，有乜問題一樣嚟食，佢出價都唔滿。 一條農民以為伊哋理所好嚟買一條食材，早期按到嘅生意呢下個過後，也唔會長期去補習班。一條本來都也參加強勢發通，無就係類屬環境、農作、飲食各項嘅課程，就會為同土地強下成長。